本港咧大約有1成嘅乳癌屬於三陰性嘅乳癌。顧名思義啦，三陰性嘅乳癌咧就係癌細胞嘅雌激素受體 ER、黃體同受體 PR 同埋HER2受體咧都係陰性嘅。呢一類型嘅乳癌咧侵襲性比較高，佢哋嘅惡化程度比較快，同埋容易轉移到其他器官。即使確診嘅時候比較早期，佢哋嘅復發率咧亦都比較高。呢一類型嘅乳癌嘅治療方案咧主要係手術啦、化療啦同埋電療。化療藥物咧以因環類 anthracycline、紫杉醇類 taxane 為主。呢啲藥物咧亦都可以混合使用，醫生亦都會視乎情況咧加入其他嘅化療藥物，例如鉑類化療 platinum agents。用喺手術前嘅化療、手術後嘅輔助治療同埋晚期嘅舒緩治療咧都有唔錯嘅反應。另外，近年有唔少新式嘅治療方案，例如免疫治療、匹博利祖單抗 pembrolizumab。佢透過阻截免疫細胞上嘅免疫檢查點 PD1，從而釋放被 PD1 抑制嘅免疫功能，等免疫細胞可以攻擊癌細胞。對於早期嘅患者，術前治療包括免疫治療同埋化療一齊使用，手術後單獨作為輔助治療，以增加治癒嘅機會。至於晚期嘅患者，癌細胞如果係 PD-L1 陽性，就可以配合化療作為主要嘅治療。另外，癌細胞之所以能夠生存，係依靠 BRCA 同 PARP 呢兩個系統修補壞咗嘅 DNA。如果患者帶有 BRCA 基因突變，佢哋嘅癌細胞只能靠 PARP 呢個系統去維生。於是使用 PARP 抑制劑去阻止 PARP 系統運作，能夠令到癌細胞凋亡。近年更加有研究發現，三陰性嘅乳癌嘅癌細胞表面長有 TROP2 蛋白。如果使用 TROP2 嘅抗體藥物複合體 ADC， 藥物識別癌細胞上面嘅 TROP2 蛋白，然後將化療藥物帶到癌細胞進行攻擊。由此可見，即使三陰性嘅乳癌嘅侵略性較高，但目前有唔少嘅治療方案可以選擇，為三陰性嘅乳癌患者帶嚟治療嘅希望。請支持香港乳癌基金會。